厥斯坦在押人员被分流到内地，东突厥斯坦在押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正在被分流到中国其他省份。据最新消息，羁押在所谓教育转化营的人受审判重刑，另一方面，他们被转移到其他省市的监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调查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之后，出现的这个消息引起了重大关注。伊朗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作出回应。伊朗对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有关德黑兰政府的言论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28日宣布，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已决定让位于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的总领事馆人员有序撤离，理由是美国在伊拉克的人员和设施受到伊朗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尼反驳，美方这类声明缺乏可信度，令人震惊，极具煽动性且不负责任。每年至少2万人因狂犬病而死。每年在非洲，至少2万人因狂犬病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称，由于各种动物，特别是狗的咬伤，非洲大陆2万多人因狂犬病毒而丧生。据说，所述死亡是由于缺乏狂犬病疫苗接种引起的。印尼地震海啸造成至少384人丧生。印度尼西亚官员说，印尼中部苏拉卫西省星期五发生离世7.5级地震，以及随后帕鲁和东加纳2座城市遭遇的海啸，已经导致有至少384人丧生，540人受伤。已经有近17000人被转移到帕鲁市的24个临时避难所。印尼抗灾署发言人努格罗霍在雅加达的媒体简介会上说，危险来临时，人们还在海滩上活动，没有马上离开，因此遇难。一颗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美国航天局 NASA 报道称，一颗名为 SPE 的大型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该小行星的确切大小尚不清楚，但根据美国宇航局的估计，它的长度估计在70到160米之间。有人指出，小行星的高度可能会超过伦敦著名的大本钟或摩天轮的高度。